在自己的爱，那是啥？那一般在用几米一毛二，那种啊，说出来，他就自动知道不知道吧？那个说他的现他的种哪，他的种资格的哪，资农哪，把关哪，资农哪，啥哪被持股。啊，我们多说嘛，我讲没有，好点，我们再说嘛。他的现他的种哪，他的种资格的哪，资农哪，把关哪，资农哪，把关。所以你看他那个，他的现他的种哪，他的种资格的哪，资农哪，把关资农哪，把关。不应该自己的人怎么样？这样过来呢，你看看。哦，是了是了。啊，压也不搞的，我光看的。我给我演员讲嘛。那个演员不讲一个多高的。我跟你说，说完。这种狗，这种吃，这种东西，这种吃的时候，你不是不弄，经常感到也那什么的那个。